商場嘅配套都未整好，食肆仍然未開門，走火通道亦都滿布雜物，連大品牌都係未開門，附近嘅交通燈亦都未安置好，仲係用緊呢啲臨時嘅交通燈。到底而家係唔係適合去 K11呢個商場呢？Hello， 歡迎大家收睇軒叔叔食玩買呢個頻道啊！今次咧帶大家嚟到呢個 K11 喺深圳最新，甚至乎係內地最新嘅 K11 商場，有乜咁巴閉呢？睇落去話俾你知 ，K11 Eco 係 K11 集團喺內地嘅第一個旗艦項目，佢咧喺2025年嘅4月28日正式開幕，位於深圳南山區嘅前蛇口港太子灣。呢個地方咧佔地超過22萬平方米，係香港 K11 妙思嘅2倍。佢嘅外觀咧係好似一隻停泊喺海邊嘅巨型郵輪，充滿海洋同自然嘅元素。行入去咧，你會即刻感受到一種藝術同生活融合嘅氣氛。講到購物咧，呢個商場其實應該真係一個天堂嚟㗎。佢呢個商場咧有超過100間嘅鋪頭啦，涵蓋國際大牌、本地設計師同埋特色精品。無論咧你係想買一啲時尚嘅服飾、珠寶首飾，定係揾一啲有文化特色嘅手信送俾朋友咧，相信呢一度一定咧會有你中意嘅選擇。而且咧商場咧係用咗一個好特別嘅雙層式設計，空間感咧會好強，行起上嚟咧仲唔會覺得好逼逼夾夾。對於咧一啲中意慢慢行、慢慢揀嘅人咧，呢一個環境咧真係大大咁加分㗎。商場仲會定期咧舉行一啲市集活動啦，會有唔同嘅本地品牌同創意攤位，行下市集飲杯咖啡，氣氛好 chill 㗎，絕對咧係適合放鬆嘅選擇。不過點解我會話呢一度可能係一個購物天堂呢？因為其實好多個鋪頭咧，到我去嗰日咧都係未開㗎，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遲啲，起碼等多半個月到1個月咧先再去。呢度咧亦都有一間曼城足球俱樂部，裏邊咧有好多球衫買嘅，但係足球咧有啦。但係籃球咧 NBA 嘅鋪頭咧仲係裝修緊，連門面都未有。講完購物啦，梗係唔少得美食啦。呢度咧嘅美食選擇咧都係一大亮點嚟㗎。無論咧你係中意食中餐啦、西餐啦，定係想飲茶食甜品咧，呢度都係有齊嘅。特別咧推介咧，佢哋好多嘅餐廳咧都係向住海景㗎。你可以一路睇住個海啦，一路食嘢，但係都係嗰句啦。去到我去嗰日啊，都係好多間餐廳都係未開門㗎。而且咧喺出邊，就算係排一啲雪糕店咧，都係大排長龍。開咗嘅鋪頭，亦都係好多人等緊位排隊攞飛。咁當然啦 ，K11 嘅商場咧，通常係好吸引人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哋會將個文化同埋藝術嘅元素㗎。好似咧，如果我哋睇緊嘅呢一個藝術品咧，就係由日本嘅藝術家藤本壯介去設計㗎。佢個名咧就叫海上明珠，亦都係咧佢喺深圳第一個落地嘅建築作品。喺呢個商場嘅頂層咧，仲可以遠眺深圳灣嘅景色。喺商場嘅另外一邊咧，就係呢個蛇口港碼頭啦。呢度咧亦都有船可以翻去澳門啦，同埋香港嘅。而且如果你係唔想經陸路翻香港，亦都唔想搭飛機翻香港咧，又想可以買到退稅嘅貨品咧，呢度係你嘅唯一選擇。頭先咧咁諗住離開呢個商場啦，咁俾我咧喺個好暗嘅門上面咧，就發現咧有一個國家地理雜誌嘅攝影展。咁我問咗咧，佢係話可以攝影嘅，咁我就入去睇下呢個攝影展，係要收錢嘅，58蚊。咁有呢個框同埋一個帆布袋送嘅，咁就睇下。咁啊，穿過一個好神秘同埋一個好污糟、好混亂嘅一個通道之後咧，我哋就正式咧去到個展廳啦。咁展廳裏邊咧都係一啲相片嘅展示啦。咁就好唔好睇咧，就見仁見智啦。啱啱咧就睇完呢一個國家地理雜誌嘅展覽啦。佢最主要嘅主題咧就係女性啦，大家都睇到啦。咁
比我想象中咧，我以為國家地理雜誌咧係好多都係一啲風景啊，或者係一啲嘅人物多啲嘅故事啦，但係佢好集中咗喺女性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展覽同我想象咧係有啲落差嘅。咁不過唔緊要啦，佢上咧一定都係好有水準嘅。咁如果你有興趣嘅，不妨過嚟呢度參觀下呢個展覽。咁其實對於一個商場嚟講咧，綠化咧同環境咧都係好重要嘅。呢個商場咧其實真係一個典範嚟㗎。佢係用咗咧海綿城市嘅設計理念啦，超過6萬平方尺嘅綠化空間，種咗超過200種嘅本地項目，行喺海濱長廊，空氣咧就好清新，仲可以咧遠眺太子灣嘅海景，感覺咧就好似同大自然連埋咗喺一齊㗎。喺呢一條海濱長廊咧，亦都好適合散步啦，或者係慢跑㗎。咁佢裏邊咧亦都有一間247 Fitness 嘅健身房。不過咧拍攝嗰日佢都係仍然未準備開門，問過啲店員咧，佢就係話準備喺14號開門㗎。喺樓下咧亦都有一啲類似滑板公園嘅地方啦，同埋一啲小朋友玩嘅地方。不過咧都係未開門。由香港出發咧，去到 K11 Eco 咧真係好方便㗎。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喺深圳灣口岸過關啦，然之後搭8號線去到蛇口港站落車，喺 D1 出口離開，沿住畫面呢個路徑去行咧，好快你就會見到 K11 呢一個新商場㗎啦。而且咧商場咧亦都提供咗接駁嘅跨境巴士服務。畫面呢個微信碼咧，大家可以掃落去購買車票。而香港嘅上下車點咧，九龍、東九龍、大嶼山、港島、新界同埋一啲著名嘅景點咧，都係有車上落㗎。總括嚟講咧，呢個新商場咧係集購物啦、美食、文化藝術同自然景觀於一身嘅地方。但係咧，佢有好多個地方咧都仍然係趕工緊，相信咧佢都係講求5一勞動節假期而率先開放。咁所以咧，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等多一陣，可能等多半個月至1個月左右嘅時間再嚟參觀。相信咧，到時咧一定會有一個更充實啦，同埋更愉快嘅體驗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咧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呢個頻道。我咧嚟緊咧仲會分享更多好玩、好食、好賣嘅玩樂資訊。留言話俾我知你最期待呢個商場嘅邊一個部分啦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